喺百萬花迷引頸期盼之下，2011新社花海節盛大登場。延續前6屆嘅經驗，呢一次更將地方嘅活動不斷延展格局，令樂活花海嘅活動主軸更多樣性同豐富感。唔單止提升海內外遊客到訪嘅意願，更增加台灣喺國際舞台嘅曝光率。呢一次活動設有多個豐富展館，其中以展示80幾種仙女蘭原生種嘅仙女奇緣館，令參觀者更可以體會台灣新興蘭花仙女蘭嘅絕世風采。而農村好幸福館透過展示農村再生培根計劃輔導陪伴機制，令社區居民揾到屬於自己嘅農村特色。仲有透過回憶廊道嘅設計，並且結合靜態展示同互動遊戲嘅阿木懷心館，令來訪嘅民眾了解林業人員保護森林嘅最大宗旨。喺幸福圓夢館裏頭，就有以自然花草嘅意象融合並且串聯新社地區休閒農業特色，同觀眾一齊分享新社圓夢嘅喜悅。跟住蕨代鳳華館就係展現台灣70幾種蕨類，透過原生地嘅營造同埋植物品種多樣性嘅特色，令全民具體感受保護台灣綠色資源嘅重要性。呢一次活動之後，相信會大大提升台中地區觀光產業，再加上新社早已經係台灣知名度假勝地，特色民宿、異國餐廳林立，令到訪嘅每一個人能夠深刻體驗新興農村嘅生命力。相信喺各界嘅努力之下，台灣觀光產業將會更上一層樓。